客家田市推全新制作嘅客家田市田壤染南风六队，确定5月10日嘅白六暗部石头10點半來放送咧。有了解新嘅台灣土壤去做田壤調查，留尋打造出嚟6隻冇橋容嘅地方故事。從本日地屏東六隊嘅內部鄉舉辦嘅合作了人人嘅見面會，感謝大片嘅世界來提供特殊嘅鄉親，咪希望講鄉親就得準時來看鏡頭下表現出來嘅新六隊。5月除夕嘅南豐六隊屏東見面會，非常用心嘅來自六隊各地嘅鄉親，我來看六部由蔡鐵新秀參與演出嘅戲劇作品。檳榔子屬於第一類致癌物質，不管有加東西冇加東西，全就會致癌。你塞塞都聞就會下壓誒。我們塞山有學問，那古來裝督嘅狀況我冇了解，唔可以用台北人嘅想法來批評呀。六隊後隊嘅呢浦鄉係全台灣檳榔廠嘅總生面積第二大嘅所在，因為檳榔廠嘅價值當然降大，台灣將面臨轉型嘅產業，加上後生人願意分享服務嘅心，創造出搶農阿爸同牙科醫生妹嘅之間嘅複雜情感。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，那其實就算是在鄉下這麼淳樸、這麼單純的地方，其實每一個家庭，他們都還是有他們的問題所在。藝術青春嚟講嚇。六隊一隻故事嗬，就希望講嗬，六隊嘅人來看六隊，咩同希望講嗬，睇隔離年是六新嘅六隊，咩同希望講嗬，透過人嘅方式嚟溝通後生人，啊，比較就客家集團係客家嘅東西。別亂講，係通過要把自家人，讓球這樣子滑出去，我主要看嘅目標，主要紅來。球逆款嚇，連款，踢出嚟唔做冇咩？紅的靚哎，莫吵啦！等我回來，我會的，一定，一定，我永遠愛你。我也是。我知道你已經有老婆了，你怎麼可以讓我當小三？南豐六隊嘅六個故事，總係睇六隊體其起勁，特別呈現蔡鐵嘅鄉親共同演出，推動其長遠，感謝六隊鄉親嘅協助，讓做得完成儲備6年嘅南豐六隊。非常感謝大家對安南，你不論係拍戲嘅過程、演出嘅部分，還有講道具嘅部分，有咁多嘅支持啦、天數，無數都帶兩片嘅機會，特別來感謝大家。當然，你製作過程裡面就可能有較勢利的比數，又有較無禮貌的比數，咪請大家多多來包涵。南豐六隊嘅第一個故事，搶喺樹下，將會喺5月11號拜六暗晡頭10點半播出。將鄉親準時收聽欣賞新銳桃園鏡頭下嘅新六隊。客家新聞潘成峰評論報道。